抹茶磅蛋糕要由抹茶嘅起源講起。真係唔講唔知啊！原來抹茶係源自於中國。抹茶係一種去除水分之後粉末狀嘅茶品，加熱水之後就可以飲用，亦會用於製作蛋糕同埋甜品。抹茶個抹字嘅意思即是粉末。唐朝流行蒸青製茶，去到宋朝已經達到頂峰，已經有完整嘅寺院抹茶茶道。南宋日本僧侶榮西禪師兩度入宋學習禪法，將茶種同點茶法帶到日本，推崇飲茶養生，茶文化逐漸喺寺院同埋貴族間傳播。16世紀，日本茶王千利休完善咗日本嘅茶道，強調簡樸、自然同埋專注。武士階層藉茶道修心。京都宇治因氣候同埋水質成為咗抹茶產地嘅中心，至今仍然係頂級抹茶嘅象徵。至於抹茶喺中國沒落前已經有1000多年嘅成熟歷史，但喺明朝朱元璋認為呢種做法太過費工，勞民傷財，於是改茶制，主流用茶葉泡湯氣渣嘅飲法。自此之後，點茶就失傳於中國，先有抹茶係日本文化嘅誤會。如果想知多啲關於甜品嘅歷史，記得關注同點讚啦！